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嚟聽下唔識飛嘅小鷹嘅故事，睇下佢點樣揾到自己嘅優點啦。喺森林入面有一隻叫菲菲嘅小鷹，佢同其他鷹好唔同，因為佢好驚高呀。每次菲菲嘗試拍低翼飛上天，佢都會驚到合埋眼，最後跌返落地，望住其他雀仔喺天上自由自在咁飛。菲菲覺得自己好冇用，心入面好難過。有一日，森林突然發生大火，啲煙升到半空，好多小動物都嚇到唔知點算。識飛嘅雀仔好快就飛走晒，但係地上面嘅兔仔同刺蝟就走唔切啦。呢個時候，菲菲發現自己對腳原來好強壯，而且對地面嘅路好熟悉。菲菲即刻跑到最前面，帶住大家跑過彎彎曲曲嘅小路，避開晒啲火種。終於，菲菲帶住所有小動物去到安全嘅河邊，大家都好感激佢啊！菲菲終於明白，每個人都有自己最叻嘅地方，唔識飛都一樣可以做英雄。